餐飲品牌要進軍台南，尤其面對舌尖標準最高的城市，確實是很大的挑戰。不過，全台超過560家門市的路易莎，已經以全時段的生活餐飲打造許多新品牌。其中，白霧時光在板橋開設旗艦店之後，也插旗台南雅樂軒酒店，成為目前南部唯一的據點。隨後，台南新營的咖啡店也將轉型展店。台南是我要能夠進入全台灣市場最重要的市場。為什麼？第一個，台南的美食是全台灣最好的，所以我們應該要把台南做好。所以選擇台南作為第一站，離開台北第一站是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商業的布局。該店以最有底氣的咖啡為核心，推出新鮮出爐的窯烤披薩、現烤麵包、早午餐等多元餐飲，在復古混搭文青風的社交環境中，呈現多國美食創意，打造強強聯手的觀光餐飲新亮點。那我們提供這樣子的一個場所、一個環境，那路易莎提供他們的強項就是經營餐飲的專業。那不僅他們會一直創造新的一個品牌跟話題，那我想內容跟餐食這一個體驗也會帶來整個南部市場比較不一樣的一個享受跟體驗。為了歡慶開幕，觀光旅局長林國華、安平局長蕭泰華，許多觀光餐旅文化協會代表以及3所科大的餐飲教授都到場見證，肯定業者插旗台南的銳志。白霧時光的這個餐點在台南這個地方插旗，不好插旗啦哈，我覺得這是一個智慧的這個選擇。業者為了歡慶開幕，從6月25號至7月9號期間，周一至周四下午5點後入店用餐，不限金額都可以享88折優惠，提供消費者全新的生活體驗與品味選擇。記者顧恩吉台南報道。